各位聽眾好，歡迎嚟到暗夜檔案室。去韓國首爾自由行，唔少都鍾意去明洞或者東大門附近購物集中地，有好多好好味嘅韓式炸雞宵夜。但你又知唔知喺首爾某啲建築斜坡上面，歷史悠久嘅出名酒店，喺某啲樓層深夜你千祈唔好一個人去走廊啊！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暗夜檔案係發生喺一位香港女仔 Joey 喺明洞某間出名嘅酒店嘅親身經歷。嗰次佢同朋友去首爾玩，入住一間明洞最旺嘅酒店，喺斜坡上面嘅舊酒店。check in 嘅時候，前台安排咗佢哋住4樓。大家都知道喺韓國傳統文化裏面，數字4同我哋一樣，都係唔太吉利嘅數字嚟嘅。Joey 接過房卡號碼係404，心裏面都有一種怪怪嘅預感。但行程因為太緊密，行咗好多路，佢沖完涼食完宵夜，已經凌晨1點幾，咁佢就去瞓啦。到咗凌晨大約4點鐘，成間酒店靜到咩聲都聽唔到。突然間 Joey 聽到一陣非常微弱但好清澈嘅聲音嘈醒。係啊，係一個細路女嘅歌聲。個細路女喺走廊出邊，用一種好緩慢、音調非常之平淡嘅韓文，細細聲咁唱一首韓國嘅童謠。Joey 突然間醒咗，佢望一望手機，時間係啱啱凌晨4點。佢第一時間覺得好奇怪。半夜4點鐘，點會有一個小朋友喺酒店走廊嗰度唱歌嘅呢？冇可能其他房嘅小朋友未瞓啩？就喺Joey猶豫起唔起身去門口睇下嘅時候，嗰陣歌聲突然間停咗，跟住就傳嚟嗰個細路女打木門嘅聲音。嗰啲聲就正喺Joey間房嗰度。Joey當時好驚，佢唔敢發出任何聲音。門口嗰個細路女嘅聲音突然貼住道門，用好低沉嘅聲音慢慢咁講咗一句韓語。Joey雖然聽唔明嗰個韓文，但係嗰種冰冷嘅語氣令到佢真係成個人都冇管動。為咗確認出邊究竟係咩人，Joey心諗死就死啦，行去門口，趴喺地下上面，從嗰個門罅望出去睇下有冇人。門出邊根本就冇人，根本就冇任何人腳鞋，乜都冇。就喺呢個時候，Joey鬆咗一口氣嗰一刻，就喺呢個時候，突然間Joey見到有啲頭髮，接住落嚟仲得人驚，係一對完全冇血色嘅眼睛，正隔住嗰道門罅望住Joey。Joey當時嚇到大叫出嚟，用佢最快嘅速度衝返上張床度，攞張被冚住個頭，合埋對眼，一直等到天光。到咗第二日一朝早，Joey即刻去大堂要求退房。前台嘅職員聽完Joey講琴晚4點童謠，門下面眼之後，臉色
即刻變得非常蒼白。經理行埋嚟同 Joey say sorry， 同私下同佢解釋，原來間酒店10幾年前曾經有一個韓國家庭，其中有一個小朋友喺4樓發生意外走咗，從此之後每逢夜晚4點，4樓呢個房客偶爾都會聽到呢啲童謠聲。各位聽眾，下次你去首爾住酒店，如果深夜傳來小朋友嘅歌聲，你千祈唔好趴低喺地下睇門罅啦。今日嘅暗夜檔案就嚟到呢度。如果你鍾意呢一集嘅故事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。我哋下集暗夜檔案再見。